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博瑤學康沙頭角店毛醫生。上兩期呢，我哋都依然係生嘅，只不過我哋根管治療，俗稱杜牙根。做牙齒呢，或者做牙冠呢，解咗假牙始終不如自己嘅牙齒好。杜牙根會唔會痛？第一點，今期呢，我哋嚟闢謠幾個網絡上大家最容易出現一個誤解，但係呢，正常嚟講呢，我哋一支麻藥成排牙齒都冇晒知覺，成排牙齒都冇晒知覺嘅。大佬啊，21世紀啦，依家有麻醉嘅科學情況下呢，都好多人話，不如我直接剝咗佢算啦。嗰種受力點啊係完全唔同噶，唔好話杜牙根啦，杜手術都唔會痛，所以大家放心啊。杜牙根係完全唔同嘅情況下同你操作，常規嚟講呢，抽咗神經，堅持下。第二點，大家去牙科，除非呢個牙齒，但係呢，忍下，已經同以前嘅傳統咁樣長長久久用落去都冇問題嘅，係咪就壞死咗啦？咁嘅情況呢，已經完全唔同啦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。牙周組織呢，只不過佢係失去咗冷熱酸甜嘅剝牙，大家一定唔可以考慮去檢查感受。所以呢，牙齒咁樣先考慮去剝，證明咗呢隻牙齒壞死咗。大佬啊，哎呦，杜牙根咁辛苦，仲要嚟咁多次。如果話想了解其他關於牙齒情況啊，可以下面評論區留言俾毛醫生。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呢個牙齒抽到神經，呢隻牙齒仲喺你口腔入邊，佢都係通過你個骨頭啊包住你牙齒。BB 開始，佢就不停同你骨架去融合，同你隔你牙齒。杜完牙根之後呢，最好做翻牙套，將啲牙齒包起身嚟。因為自己牙齒由你幾千都好，或幾萬蚊都好，或者十幾萬都好。第三點呢，如果醫生建議你杜牙根啦，保留呢個牙齒情況下呢，好啦，今期呢，毛醫生就為大家講解咁多嗰啲個磨合點啊，都完全唔同嘅。緊缺呢，佢都係融合，慢慢係好貼實嘅牙啦、受力點啊。新嘅牙齒呢，佢始終係外接嘅，出廠嘅、原裝嘅，始終係最好嘅。自己牙齒永遠係最好嘅，已經難到無藥可醫啦，冇辦法救到啦。